香港的中小企业到内地去最大的困难就是我在内地的银行贷不到款，我科技金融钱拿不到。那么外资银行又觉得你太小，怎么来做？它又很难保证这一块。第三个就是这样一个平台，这样一个平台的服务平台。实际上，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香港科技园，也包括香港数码港，都支持了很多香港的企业跟内地往内地走的各种方式，包括培训和服务。但是仍然没有在两地之间和新兴产业中间占住一个很大的位置。我觉得这里可能就有一个就是我们实际上有3条路。一条路是我做我的本行，独一专一的本行，通过这个本行，我把我的做强。我看苹果中间有一个例子非常有意思。我们现在大家都有苹果的这个手机，这个玻璃面板，这个面板中间的机会在哪里？就在香港人在深圳做手表，而手表的加工中间的表壳达到了苹果的这样一个又薄又硬又滑的这个方式，然后它转型做的这个东西，这个机会是突然出来的，是没有机会的，这是没有预备的，也没有准备的。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机会，一个发展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在过程中间，深圳和香港以及广州省中间，我们有3条路。第一条就是要围绕大型的产业链，刚才曾所讲的产业链，我们有意识的将大学的研发机构和成果，将我们的有能力的企业，已经进入这个行业的企业，就围绕这个东西来做。这个东西不会2条路，一条路就是大企业。大企业需要的，围绕大企业会有很多小企业创新，大企业可能是收购了小企业，我把你变成我的了，也可能是你做我的 partner， 那么你伴着我的生长。还有一个就是我通过创业和投资的方式，大家都能做到。你像这很多现在那个FB 那个项目不都是收了别人的东西吗？硅谷有这样经验，所以小企业围绕大企业，大企业盯着小企业来做。第二个就是产业链。你像苹果的一个手机的这样一个产业链，它的核心，最近我敢买了这个三星的手机，因为苹果的技术34%，包括很多技术都在三星手上。三星和苹果打官司，实际上三星有自己的这样一个特殊行业。那么34%的研发这个核心技术在这个韩国，那么10%几的这样一个技术在日本，还有软件在德国。还有这个生产在台湾，最后华强北都延伸了这个手机这个外壳啊，那个附着品的这样一些市场，所以围绕一个东西这么长产业链，那么完全可以找到机会。所以我想，第一个是围绕大企业产业，第二个就是各自做自己最强的东西。我一辈子就做一样东西，我也能把这个做好，因为这个是，但是我可以逐步的升级，从基本的加工到现代化的加工，到改变材料，再改变技术，再往上走。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自由的在市场上有效益、有机会，它就发展，完全不要去规范它，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机会的东西。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普及化上面，科技技术创新的普及化，我刚才讲了，可能还有3化，或者叫4化。1化就是这个科学化，就刚才曾所讲的那个路线图；一个就是效益化，能赚钱，市场化；一个就是持续化。continue 可持续发展的，那么源源不断的升级，还有一个就是平民化、随意化才能有真正的创新。我想深圳和香港之间，深圳的最大特点就是不造本宣科，不造路线出牌。那么我们将来的路线很可能就在我们的这样一个不易之中来创造出新的機會。謝謝大家。好，多謝。而家我哋請阿沈教授分享一下。剛才講佢哋新加坡究竟有啲乜嘢可以香港可以參考咧？你覺得？我好認同以上幾位專家嘅意見特別係講到華強北即係等於我哋中國嘅 Silicon Valley 我 Silicon Valley 其實我都好多好多合作嘅朋友我就感覺到咧佢哋有個文化或者我哋可以借鏡一下。亦都我覺得人才嘅培養係非常之重要嘅但係亦都深刻，我覺得一個人才基本上其實未必需要好大嘅支持度，佢都可能好成功咁我哋香港可以做啲咩呢？我覺得政府可以不妨考慮做一個文化出嚟，一個 culture咁如果今日個題目唔係讓創新科技普及化，係一個讓房地產或者炒股炒樓普及化，咁呢個論壇其實冇咩人會嚟，因為已經好普及啦
咁我哋有冇可能將呢個新嘅 culture 引入呢個香港，就係話大家作為一個學生、大學生嘅時期，已經可以考慮到有冇可能創業呢？咁呢啲學生其實我哋喺大學有時都會遇到，但係唔係太多好多時呢個學生其實已經有個 idea 咁而因為學業嘅問題，而因為各種種嘅問題，令到佢其實呢個 idea 就放棄咗啦。因為做完佢又得唔到學分。咁做完之後咧，亦都未必有錢俾佢即係繼續做落去。咁喺我哋新加坡大學，其實咁多年我亦都做過好多嗰啲undergrad 即係本科生嗰啲 project。市場上未有嗰啲藍牙嘅mouse 藍牙鼠標，我哋已經做咗出嚟啦。仲多過藍牙嘅功能添。仲係 trackball。咁亦都做過一啲嘢，其實市場未有嘅。咁新加坡都做過即係類似iPhone、iPad 嘅嘢，其實新加坡都做過，但係點解就冇Steve Jobs 做得咁呢個成功呢？咁我覺得其實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社會嘅 culture 同埋 support。咁喺Silicon Valley 咁正話有位專家提到就係、我感覺到咧就係佢哋有一個好好嘅一個互助嘅精神，就係、如果你做一個激光器，咁佢咧就知道你做呢樣嘢，咁佢會諗。有咩做咩嘢可以令到你哋兩個技術可以銜接嘅？佢會幫你做前期嘅或者後期嘅工作。電子嘅零件嗰個 driver 嚟到 drive 你個激光器，你都決定做2個 micron， 佢會諗下不如我做3個 micron 啦，即係中紅外或者 terahertz 做其他嘅即係support 嚟到令到你成個 bandwidth可以覆蓋嘅，而唔係話你做到2 micron 我就做。咁華強北嘅 Silicon Valley 咧就有啲唔同。你會發覺佢哋嗰度咧，其實你有咩 idea 出嚟咧，哇，好容易就見到好多個好接近嘅 idea 亦都有一個 iPad 咩牌子你都可以有嘅咁我發覺其實呢個有一個呢個culture 係需要慢慢 develop，就係話點樣可以我哋政府呢個需要政府協調啦，就係點樣可以做到一個有協調性嘅，令到我哋成個呢個產業鏈同埋呢個互助嘅精神可以 develop 出嚟。咁其實香港比起新加坡，我覺得係一個好有地利嘅，即係新加坡比嚟講，我哋冇一個中國作為一個